中华职棒副帮悍将今仔日伫个嘉义开始训练。球团即届是做出着袂少的改变，就是要来展现无共款的气势。另外，新秀菜鸟按照着惯例，爱大声来画出着家己的目标。大家创意的发言是互学长甲教练听甲会爱笑。 活泼、充满笑容的副帮悍将，2月7日正式伫咧嘉义开始春训。球队今年发现年度考核嘛呈现无共款的气氛，新球员照惯例大声发出目标，大家的创意发言，和学长和教练拢听甲笑嗨嗨。我的目标是身体健康，以后的目标是干掉太北风。我要勇敢。 我要大胆，我要长高。最后，祝大家马到成功！新人面临到新军10年的副帮悍将，真正做出改变。首先是教练团大改组，总教练改由日本籍后藤光准担任，另外首席打球郭立坤、保球教练嘛拢来自日本。前任队长张玉成新赛季目标，就是希望日语会当讲甲下球。很多日本教练就想说，是时候可以开始学日文，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去近距离的沟通，沟通没有一些，希望沟通上没有一些疙瘩，然后。 搞不好合约结束了，也可以去日本打球。副帮新赛季的另外一项改变，就是邀请进前伫咧韩籍韩华舰队拥抱邦利多，其顶一个赛季贡献3胜1胜的打击率，10支红不让。今年舰队悍将重新出发，目标嘛真明确。 This team, I think it's about time to win the championship. So that's what I write, and I think we all deserve it. 除了拥抱和国外投球进驻，副帮悍将战略升级，展现新赛季有无共款的决心，希望当放下过去的包袱，迎接全新的赛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